大家可能會有一個刻板印象，覺得哲學高深又抽象，同我哋嘅日常生活好似冇乜關係，只係一班傻佬自己喺度諗一啲咩人生意義啊嗰啲咁嘅奇怪嘢。但係我今日要講嘅呢，就係已故嘅香港哲學家李天命，佢窮一生都去做一樣嘢，就係用深入淺出嘅方法，將邏輯同埋思考去俾大家去融入生活，令到哲學變得親切。我會同大家講下李天命嘅生平啦，佢嘅教學方法啦，佢嘅思想啦，同埋佢帶俾香港社會嘅影響，希望打破大家對哲學一個咁離地嘅印象，令到哲學思維喺大家嘅生活入邊都可以得到彰顯。李天命1945年喺香港九龍城出世，喺小學嘅時期咧就已經表現到對世界嘅好奇。根據一啲記載啦，佢5歲嗰年已經思考人生同埋宇宙呢啲哲學問題。中學時代喺界限街附近嘅孟氏圖書館嗰度睇哲學概論，留下一個好深刻嘅印象。畢業咗之後就直入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深造。1968年，李天命喺中文大學完成哲學學士學位。1970年拎碩士。1975年去美國芝加哥大學攻讀哲學博士。博士畢業之後，佢翻到嚟中大哲學系任教，由1975年一路去到2005年退休，整整30年嘅教齡。事實上喺佢退休之前，李天命教授嘅課堂經常都係座無虛席，學生呢就要早啲去霸位啊，先至有得睇嘅。特別係佢嘅通識課程，一邊可以拎到中大必修嘅通識分啦，一邊可以聽明星教授嘅課堂，可以話係人都搶嘅。李天命教授出身於學術世家，後嚟佢太太嘅徐子怡亦都係中大中文系嘅教授，兩個人合作無間，喺學術研究同埋創作經常都有交流。畢業之後喺學術界發展嘅同時，李天命亦都活躍喺公眾講座同埋寫作。退休咗之後都仲有做巡迴演講，分享佢對人生嘅議題同埋見解啦，幾乎係做到晚年咧都冇停過手嘅。李天命嘅教學風格幽默風趣，中意用一啲生活嘅例子同一啲金句去解釋抽象嘅邏輯問題。佢成日都喺課堂上面拋一啲問題，或者拎一啲日常嘅生活現象做例子，去引學生思考。例如佢會話思考方法就好似係黑夜入邊嘅一盞提燈，要靠自己拎住呢盞燈去照亮前面嘅路。呢種思考方式先至係獨立思考。除咗課堂範疇，佢都好鼓勵學生對任何嘅聲音保持懷疑，唔好盲從書本或者權威，要自己判斷嗰樣嘢係真定係假。大學同學成日都會講一樣嘢，就係李天命教授喺課堂上邊，佢會好簡單直接咁樣去解釋一啲哲學概念，令到本來唔擅長去應付一啲複雜語言嘅學生都可以理解到哲學其實並唔係想象之中咁遙不可及。佢本人啊，亦都係分析哲學同邏輯實證主義嘅專家，所以上堂嘅時候咧會講一啲數理邏輯啊、論證方法咁樣。但係咧講到尾，其實咧就係佢只不過想學生去掌握一啲思考嘅工具。佢推崇嘅係嚴謹嘅思考，亦都會提醒大家，其實佢想搞笑啊或者一啲風趣嘅講法，唔代表邏輯上面就可以偷懶。每個結論都要有理有據。李天命寫咗好多本書，每一本都影響深遠。佢畢生致力推廣佢嘅思考方法。最重要嘅作品係李天命的思考藝術，仲有其他哲道行者啦、與理分析嘅思考方法、破網、從思考到思考之上、薩門思維等等。當中李天命的思考藝術係集合咗佢好多嘅語理分析啦、謬誤分析啦，同埋佢本身有宗教論戰嘅文章，被認為係入門思考方法嘅代表作嚟嘅，亦都係香港非常非常暢銷嘅著作。中文大學讚揚啊，李天命教授嘅著作深入淺出，唔單止喺學術界受到重視，更加為廣大讀者開啟咗智慧之門，對成個華人社會嘅理性啟蒙作出咗巨大嘅貢獻。唔少香港學生都係由佢嘅書開始學識咩叫批判思維，覺得哇，原來思考係咁得意嘅一件事，並且終於啟發咗佢終身去求學嘅心態。除咗著書立論，李天命咧亦都係著名嘅批判思維嘅教育家。佢好幾次咧都會去到一啲商界啊、教育界啊，甚至乎唔同嘅公開場合做一啲演講。
介紹邏輯謬誤、語理分析等等嘅思考方法，用意識形態中立嘅方式去教人去辨識一啲論證嘅陷阱。佢嘅演講最出名嘅就係就算牛頭角順數都可以聽得明嘅。當年啊，李天命喺香港可以話係一個哲學明星，受歡迎嘅程度超出我哋而家所有人嘅想象。佢嘅講座座無虛席，fans 包括莘莘學子、社會人士、退休老人，咩人都有。佢幽默啦、機智啦，去到點破一啲迷思，加上佢嘅語言生動流暢，令到唔同學歷、唔同階層嘅人都願意接觸佢嘅思想。好多平時對哲學冇興趣嘅讀者，都會因為佢生動而且尖銳嘅分析語句，慢慢就對獨立思考產生興趣。有報道講過，佢嘅作品唔止學術圈重視，更加令到大量嘅普通閱讀者掌握咗呢個批判思維嘅工具。可以講啊，李天命為香港培育咗一批思考嘅一代，令到哲學嘅理性精神深入民間。好多人都叫佢做思考教父啊，甚至乎影響到流行文化入邊一啲引用同埋討論。成名之後，李天命嘅思考方法學，簡稱思方學嘅教學同埋宣稱，亦都引起唔少爭議。有啲學者認為，所謂嘅思方學其實並唔係李天命原創嘅。歐美已經有好多批判性思考教材已經覆含咗類似嘅內容。有啲人批評啊，李天命近年喺著作入邊聲稱思考方法學係佢獨創嘅，就係忽略咗其他學者長期以嚟嘅研究成果。例如有文章指出啊，好多香港學生都係由李天命嘅著作入手，開始去學習呢個思考方法。升讀大學之後先知道，原來呢啲語義謬誤啊、論證技巧啊，其實一早就已經喺西方研究透徹。批評者指責李天命將思方學變成自己嘅專有名詞，係否定咗其他前輩喺呢個領域嘅貢獻。呢個爭議反映到呢，有啲人擔心思考方法學嘅學術來源會俾人忽略，亦都有人擔心李天命對方法學嘅解釋如果過度封閉啊，可能會令到整個體系跟唔上市場上面其他嘅新思維。支持者咧就覺得李教授係用更加系統化嘅方式整合咗成個分析哲學嘅成果，而且用簡單生動嘅方式去令呢件事普及，令到更加多人接觸到咩叫嚴謹嘅思考。李天命早年咧亦都以批判宗教信念聞名嘅，特別係佢同基督教嘅思想論戰。80年代尾、90年代初，佢好多次參與公開辯論，上演一啲思想嘅對決。例如1987年，佢中大校園同加拿大神學家漢娜就相信神是否更合理嚟到進行辯論。佢用嚴謹嘅邏輯去拆解全能神嘅觀念。大家都聽過啊，全能嘅神可唔可以做到一塊自己都舉唔起嘅石頭？呢個問題就係喺呢個辯論裏邊提出噶啦。後嚟李天命教授喺明報月刊寫文，批評梁燕成牧師嘅書《哲客合情》，將梁燕成當做一個反面教材。梁燕成不甘示弱，以尖酸嘅文字回應，兩人不戰好耐好耐，甚至喺文章入邊呢，梁燕成係鬧呢個李天命學術欺詐，話佢嘅文章係垃圾文章，令到大家好似追緊一個連續劇一樣咁開心。事件呢反映出李天命對宗教批判精神帶嚟嘅爭議喺呢個社會上面嘅影響有幾巨大。佢曾經講過話自己好痛恨呢個宗教霸權，覺得某啲宗教嘅教條其實係迷信，係偽科學。李天命呢亦都曾經嘲諷法輪功甚至其他教派嘅教義，認為佢哋唔符合邏輯或者科學精神，導致某啲李天命嘅支持者同教徒產生咗一個對立。有啲人指責李天命啊，佢係傲慢咁樣以理性去凌駕全部人嘅判斷。呢一類嘅論戰呢，亦都令到好多信徒好反感。但係咧，又有一部分人認為李天命嘅方法其實係喺科學同埋理性嘅立場所需中間建立出嚟嘅。佢的確將邏輯分析擺到去批判宗教上邊。李天命晚年除咗研究哲學咧，亦都有關注一啲社會嘅議題。不過佢晚年嘅言論咧同埋立場咧都非常之保守，批評呢個社會活動，引起唔少爭議。2015年啊，佢喺明報網上討論區批評前港大法律系院長陳文敏嘅頭腦級數。同年10月，佢又批評香港大學生代表馮敬恩，更加寫咗一首非常之有玩味嘅打油詩，引起咗極大嘅爭議啊！
呢啲言論出現咗之後呢，李天命嘅部分學生同埋讀者感到非常之震驚或者失望，覺得佢以往鼓吹嘅批判精神同佢而家所講嘅嘢似乎標準就唔再一致。呢一段網絡嘅風波同政治嘅評論，確實令到李天命晚年嘅形象變得非常之有爭議性。有啲人開始重新評價佢喺公共議題上面嘅立場。李天命一生提倡理性思考，同時亦都樂於公開場合辯論呢個世界大事。晚年就不時為呢個政治議題發表意見，雖然有唔同嘅回響，但係都反映出佢叫做凡事思考嘅一貫作風。但係至於係唔係雙重標準，佢晚年嘅評價係點，就留翻大家自己去判斷啦。李天命教授嘅哲學思想啦，深受英美分析哲學嘅影響。核心係一個思考方法學，佢認為人生有三個課題：思、生、死。思維、生命同埋死亡，當中思係放喺首位嘅，因為冇清晰嘅思考方法，就冇辦法好好面對生同埋死兩個難題。所以佢嘅著作都係圍繞喺點樣思考、點樣用邏輯同證據分析問題上邊。李天命自己將啲哲學思想分做兩大部分：思方學同埋天人學。思方學係佢獨創嘅思考方法學，着重語言、邏輯同埋理據三者並重。特別係刨析語詞謬誤一啲即係叫語害嘅嘢啦，同埋一啲抽象嘅概念。佢開發咗一個叫做四不架構嘅分析法：不當預設、不當預分、不當類比、不當歸納。呢四種常見嘅分析謬誤，就係佢課堂成日帶出嚟俾學生去思考呢個世界所有唔同嘅立論中間有冇謬誤啦。李天命教授都經常提醒大家發問。關於一樣嘢，其實仲有咩其他可能性我哋係未諗到嘅呢？用呢一個諗法嚟到打破封閉嘅思維，去激發更多嘅創意。另一個佢非常之特別嘅概念就係九一主義，源自李天命童年嘅經歷。佢讀小學2年班嘅時候考第1名，但係第2年佢就只係考到第9名，翻到屋企就俾佢老豆笑佢，話佢係狗。後嚟李天命教授悟出咗一個道理。阿 A 佢考第1，而阿 B 佢考第9，咁阿 A 就冇阿 B 嘅第9名，但係阿 B 亦都冇阿 A 嘅第1名，即係話兩者佢各自有自己所擁有嘅嘢，冇必要為咗自己唔係第一就自卑。佢將呢個概念叫做九一主義，就係為咗提醒大家，每個人都有自己獨一無二嘅價值，同時喚起自己嘅自覺同埋自尊。呢個哲學嘅基點呢，可以幫助大家去除一個自卑嘅情結，令一個人成為自信而且不失謙遜嘅不卑不亢者。九一主義並唔係阿 Q 精神，佢強調嘅係唔可以扭曲事實，亦都唔可以自我安慰，而係要自覺自己嘅唯一性同埋我性，以呢樣嘢做踏腳石去做進取，去成為更加好嘅自己。除咗邏輯分析，李天命對人民嘅關懷亦都有獨特嘅體會。佢認為要對悲憫眾生心懷重視。現代最前衛嘅人道主義同埋人權理念都係以悲憫之心做基底嘅。佢主張哲學思維唔可以冷血自大，應該帶同同情心去睇人，睇呢個社會。事實上，佢經常提醒大家，嚴謹嘅思考應該用嚟解決實際嘅問題，而唔係脫離現實嘅空中樓閣。正如有啲報道指出李天命教授生前關於思、生、死等等重大人生課題，認為清晰同嚴謹嘅思考係面對人生問題嘅基礎。佢嘅希望係人可以喺思考嘅時候有理性，亦都鼓勵人喺行動上面有仁愛之心。李天命嘅哲學雖然強調邏輯啦，但係同時亦都兼顧生命同敬重人道嘅精神，認為喺知識同埋價值之間，兩者缺一不可。最後，我用李天命先生嘅一句話作結：迷糊嘅語言並唔反映高深嘅思想，迷糊嘅語言只係反映迷糊嘅腦袋。佢呢句說話提醒我哋表面聽落好高深嘅語言，如果冇經過清晰思考，其實只係空洞嘅廢話。李天命教授終生所教，教我哋要思考嚴謹，要有獨立精神。當你提起自己嗰盞燈去照亮未知嘅道路，就真係實踐緊獨立思考嘅精神啦。呢一點無論佢晚年嘅政治立場係點，其實都冇變嘅。
一句說話，作者已死，而作者而家真係字面上已經死咗啦。佢晚年嘅心態變化唔等於佢早年提出嘅哲學思想唔再有效。